来孝念主耶稣为咱受苦受难吼。咱伫创世纪内底有讲，人啊，你本是土粉，也要归伫土粉。咱人虽然微小，总是上帝有缘顾念咱的需要。伫咱拄着忧伤痛悔时，上帝会甲咱相隔伫咧，所以咱着定定听候上主的旨意，来超越咱遮的苦难。